呢個約翰福音6:38按樣講到，呢主耶穌講，我到上天堂下，唔係做佢個單殺嘅旨意，但係做天父嘅旨意。嗱，天父咪旨意呢？一個約翰福音6:40按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天父嘅旨意，都係為了每一人相信耶穌基督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也就係天父嘅旨意，天父嘅旨意唔係人得到滅亡，嚟撒相信佢，就會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係講要聽了福音嘅人，你盲要喺耶穌基督裡面，盲相信佢，你謙卑，你嚟打開你嘅心，打開你嘅口，信任佢，相信佢係你救主，係你天父，你就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到上帝派嘅單嚟，都係按照耶穌基督嚟到世間出世。死在十字架，3日因係佢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讓眾人相信佢啥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日後即刻冇喺世間呢刻，即刻得到嘅永久嘅生命。còn mong mệt thật mãn,即刻變盲，信任還有機會，即刻相信佢。阿門。